转身就走了。滑起来！来了！来，小亮，给他整个活儿。飞龙在天。哎呦！会开车吧？呀呼！你刮保轴吗？最近为了剪辑视频更流畅，我特地换了台新手机，而我那旧手机放爱回收 APP 上回收了。这个平台是上市公司，实力很硬。我那台苹果13还卖了4100呢，价格很给力，全国有2000家门店，大商场里都有，也可以下单叫工程师上门来收，现场打款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就找上市公司爱回收。哎，这个里面不让停车啊！无人驾驶模式已启动。想跑门儿都没有。啊！